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南8号人工系莲花之乡，热天莲花开到闹闹，如果上的轨道游客去了。不过，许少人伫8号其实也有许多的行人哦。对于海丰处、走岸处、客庄内也压造老地名，如破译出8号同客家有关系。睇亚村呢，迄搭太平洋一大位嘅行人已經睇嘅迄個200-300年咧。唔過家家日本好多人同化嘅，那一批係日本書嘅，本日本人對土著苗地區走冇到個山鄉嘅家內里種樹樹，也算微弱嘅飛沙來種可卡也被客家鄉親，因為還會講佢物流嘅合法喎。唔過談論老一輩人一沙沙離開，一個故事也日見日本人聽不係的。日头见到快到将价嘅莲花号，按将嘅色点出幾萬種嘅父親相應景看。台南8號人工係蓮花嘅故鄉，見到熱天蓮花快到鬧，也係農民快時為無限嘅時間。成熟就是它有那個籽跟那個蓮蓬有空隙，啊顏色會變黃一點。你剛剛看不一樣顏色啊，啊這個比較小粒，這個比較大粒就比較熟啊。蓮花連日上到平日睇那個，人哋哋啊傳上傳下，就會看唔到咧。太陽很熱的話，1天半啊，如果每天下雨2天，來採就剛剛好，不會黑掉很多，黑掉就比較不好剝啦。農民做好種皮，唔單搶風曬，還能係為保護自家。它這個都有刺啊。你沒有穿鞋子踩下去，2腳你整個腳都是刮痕，會很癢很痛啊。8號連天台開入300公頃案發，出3個天子還能卡台全推翻日本客家。我們這邊那個水質是那個是9會積的樹會水，所以那個種起來讓那個蓮子比較 Q， 比較香。那個梗啊可以熱炒，也可以冷拌。還有那個蓮花可以泡茶來喝。農地也不過差不多2000多公頃，它就種了300多公頃。遊客來到白河，你能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真正的蓮藕粉，真正的蓮子。它適合溫度是20度到30度的溫度左右，日間要很充足，日照很充足。啊，它怕風。但另一下罕見連天輪也是蓮花生態。你們現在看不到花，為什麼看不到花？因為呢，花呢是什麼時候看最漂亮？開的時候。對啊，那什麼時候開？清晨。哇，我今天就準備送禮物給你。清晨。蓮花的茎是匍匐狀，它會蔓延過去，對不對？它的茎是球狀的，就像那個我看過藕啊不，芋頭那個形狀，它就在那裡長新葉，長新花，伊袂個斷開啊。將嘅蓮花相應下來了，才聽見也大部分安用嘅機會為下同意來了解蓮花嘅相關產業。剝完殼之後，迄膜啊貼無吼，你就甲吐起來。膜撕掉之後要通心，通心要怎麼通心？後面呢有一個凸出來的地方，來給你看一下有沒有凸出來的地方。了時期來到8號，那也看得到才聽見啲嘅綁鏈子，專為了透露到飛起，下都會執行因果。先把它的殼剝掉，再把它有一個皮也剝掉之後，再刺那個心，把一個綠色的拿出來之後，就可以放着。種蓮子的那些農民真的很辛苦，真的，因為在剝的過程就是粒粒皆辛苦啊，很不好剝。哎，對，非常不好剝。買的時候都覺得蓮子好貴哦，都下不了手。可是當你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深深去體會到說他們真的辛苦，這一點錢真的是值得的，不能再跟他們壓價格這樣子。用小旅遊的方式，讓遊客可以進來。那進來之後呢，就深層的去了解我們社區的產業，那也去把自己的文化，把社區的文化去保留下來，這樣子做這樣子的推廣。
希望你喺看到嘅唔單淨係真正嘅練法，還有佢嘅價錢同文化。講到推南，一般人唔會想到客家，不過處地拍好，集團豐富嘅客家歷史，更令人來親。全台南市客家人口最多的一個鄉鎮一個區啦。天川日它如果要辦活動，都在白河辦。風吹下高樹面後，工人吱吱喳喳。當年春天，林厝邊木棉花頭安鬧嘅建設，仲係下動一下累了老了，還有官員名站，老了先走全世界15條最佳嘅發揮街路嘅其中一條，行業內也係林厝邊老客家有關係。那林厝它的祖籍是在廣東省惠州府的海豐縣。是客家人。那麼他在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時候，率領的林氏的族人來到這個地方開墾，那麼發現這邊有很多天然的池塘，那麼他就帶領着他的族人把這邊的池塘疏浚，然後開鑿一些渠道，用來灌溉這邊的看天田。林厝邊地回豐府下啲摩基然嘅早安府，和保留地東灣景嘅總頭。他們的祖先李承萬先生他就是從中國大陸福建省漳州府的诏安縣帶着他們的族人到台灣來開墾，他們來自於诏安縣，所以這裡就取作诏安厝。那麼這個聚落就是客家人的一個特色的聚落，叫做黃玉醒的聚落。總頭就百分百安法，透過春葉口是係做愛門做地方才得兩道。這個愛門的開口就很小，那麼一旦有敵人來的時候，住在裡面的族人就會防守在愛門內側的兩邊，然後等有敵人從這個愛門闖進入的時候，就會從旁邊出來，把他們的頭顱砍下來。雖然符合起高例，不過還係保留人本單嘅格局，幫人老家也見證嚟加速嘅發展。生的東西拿來，攏是甲嵌落迄個古井內底，啊，甲佢用迄甲搶開，因為迄陣無冰箱，無冰箱，佢用一個桶甲搶開，落去食，小黃瓜就冰冰涼涼。這個古井也有200多年的歷史了，這個是當初他們李姓家族到這裡來開墾的時候所挖的古井，民國53年重建以後才刻上去的，因為為了飲水思源嘛，所以把他們這邊開基主李承萬公的名字把它刻在上面。哈那那一屆都顯面看得出係客家嘅，除係客莊內了解素材，中間公共堂滿行如前後通三隻太太嘅事。記得副世界係提起世界類推組，下至是工業代表管理嚴重爭議，已經係提23歲。當然，是唔是客人無文字無迄個傳來記載，就是去驗會，你是唔是客人嘅 DNA 安尼啊無，當然你話講咱嘅源頭迄搭遐就是石橋，就是客人吐露嘅所在啊，所以咪對遐來，所以會客莊來是。依照我的看法是客莊內，你住喺我住喺客莊內底。牌位放在那個神龕的正中央，以及它的牌位的女性的那個往生者會寫如人2個字，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屬於客家族群。回豐府、早安府、客莊內嘅行業都係200-300年前就來到了落腳，不過唔曉得講客咧，主家己還唔知自家是係客人。較早我嘛無認，我嘛唔知我是客人，嘛有人甲我講這個，我嘛袂曉講客話啊。不過你又問講有啊做迄代有會講客話啊。老記到裏邊，那日前定一本書，對土著苗提起，本年前來了做事嘅客人，還保留了自家嘅文藝老秀。當時因為日本殖民政府他們需要大量的軍事物資，所以說他們就選定在我們白河期內這個地方成立了2個農場，它主要種植可以做軍用澱粉的樹薯跟粉薯。了位個土地日本人私有地啊，私有地佢。冇上一家攏係荒地，和開放本人去開墾，
可以跟总叔叔买本机，俺爸嗰陣時做北埔摩條路啊就上嚟兩位開山。老人家專門日本時代啊做工，緊走啊，就該幫個走人沒有啲腳攞去參人考咗啲下輩，考咗下輩種樹威啦，種香蕉。因為個拍檔呢就係真係有就錯。兩位在挑過建設農場嘅蔬菜田，兩下見面單單都種就是榴蓮到檳榔嘞。而家都係呢度做筍乾嘅啦，做車筍啦，嗰種係啦，呢度做魚咧唔會快啊，同埋貴嘢啦。嚟個對對。那个柳丁大部分都种在那个山坡地比较好，平地会淹水，它会枯萎掉。加个它加，你都底的呀，哇加都是你看冇嘛个清平的啦。雖然走出是件某種樹樹，不過日本樹嘅分廠和保留到見，當成日嘅香港去操作日生意個啲嘅寫實橋，來到嚟安樂確嘅素材，機器之機上路年外，皮帶也轉唔天同嚟。樹樹啊，就解平業當大錘嘅當cái苗嘅離過出嚟當落幅度啦。家內係地下培谷嘅山區，日本人地下開嘅南極嘅農場，是係專門種用來做比作嘅稻草。它種植的作物最多的就是柯卡，柯卡就是用來製作柯卡因，是一種麻醉藥，也是軍用物資。幫助種作嘅、雜藥嘅，我都就做到哎呀。兩片幾多卡片，還不用做到睇幾多錢哎呀。你都3萬做，都做賺咁多錢。佢啊，條條會燒火啊，佢嚟燒火哦，佢氣就會從呢個便宜啊，從呢個便宜佢用大嚟鋪住啦哦，佢會從過一度大下，係樣去兩萬下巴兩萬咪做咁即係佢會保持個溫度就做得啦，兩萬下巴咪做火燒咪燒得啦。專裝棉紅生草大農，也是係挑過培種嘅素材。習慣咧就係。要夏天就了會摸湯曬，摸夏天就地被培啊，叫我培摸培罩會快啲啊。它一定要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避免工廠受到盟軍的轟炸。整個南90鄉道跟172縣道兩側呢都種了芒果樹，用來作為一個運輸軍用物資的道路啊，這樣從天空中就看不到底下的車輛的運輸。拍好咗安到下界股，實行地中一啲，食材都冇耐好。所以呢，他講呢就想講，嘿，咩來家內拍一隻發通，當啲客家人全部就走出來，結果呢，你就前5年就拍一隻，你也客家發通，幾百拍的時間，錄音帶出來呀，有70-80位。哇！看到你也都創上過啊！木珠啊喊電出來。食材係賣到當家，2年過後嗰盤一擺長調30-13。第2台、第3台曉得講嘅當少咧，喺第1台差唔多冇出嚟客多，也幾台講沙起也來強下來做，你係客家文化復興嘅。外面你有建議嘅市政府講，嘿咩你都要俾家內國小批汰嚟嘛，講利用家內國小嘅角色，你就做一下客家產業嘅發展嘅中心。我想嘿你係做起來對你也俾家內嘅行業嘅凝聚力一定要動態。希望做啲優質嘅素材重複下用嘅，落行人傾落來。希望做啲規劃嘅來調查、來建立台南嘅客家資料。幾條小片呢係講工作，兩條股可能當家出為看唔到呢。羅主管為到講嘢的引來競賽，去到台南建設那些快閃大拿，啲個上進入單，兩精彩嘅歷史，做唔得蒙人啲，做唔得本人聽表態。